耶稣伫一个所在祈祷，伊经煞，伊的学生一人对伊讲：“主啊，教是阮祈祷，亲像约翰也捌教是伊的学生。”伊就甲因讲：“恁祈祷的时，就讲：爸啊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阮的日息日日互阮，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目的带阮入地去。”佮对因讲：“恁什么人有朋友，你半暝去找伊，甲伊讲：朋友啊，摕3个饼借我，因为我有朋友对路日来找我，我无物通请伊。”伊对内面因讲：“目的促查我，门已经关，囡仔甲我伫床里，我袂得通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无为着伊做朋友起来摕互伊。”要顾为着伊的迫切，要起来照伊所欠用的，互伊。我阁甲恁讲，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第10节，因为囡仔求的得着，找拄着，拍门的甲因开。恁到了一个做爸的，有囝来讨饼，要将石头互伊吗？也是要鱼？兼要将蛇准做鱼互伊吗？也是讨卵，兼要将吉仔虫互伊吗？恁遮个虽然歹，犹犹会晓得用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恁伫天里的爸，竟无用圣神来互求伊的人吗？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伊的题目是“恁祈祷的事”。有一对夫妇长期和睦相处，就一个记者去采访因，维持幸福婚姻的秘诀是甚物？这个最重要的就讲，这就爱对阮的新婚的旅游讲起。当阮去到美国大峡谷，骑驴仔到山骹，行到无偌久，我太太所骑的迄只驴仔竟然跋倒，伊就真安静对驴仔讲第一摆。爬起来，佫骑无偌久，迄只驴仔竟然佫跋一倒。我的太太对驴仔讲第二摆，爬起来佫偌久，无偌久，迄只驴仔竟然佫跋倒。迄时我的太太就抽出伊的手枪、左轮手枪，用枪射死迄只驴仔。这个最重要继续讲，我非常无认同我的太太的行为，哪会当遐尔啊残忍？就开始甲伊争论。这时我的太太非常安静对我讲第一摆。咱拢看会出来，这对夫妇会当维持遐尔和谐的关系，毋是因平常时有偌好的沟通。兄弟姊妹，人甲人中间若无好的沟通，是无法度有好的关系。咱甲上帝嘛是安尼，平常若无去找上帝，到有代志，较去求伊讲，来求伊来找伊，这是要安怎来明白上帝的心意？所以，若有人问我讲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明白上帝旨意？答案就是透过读经、祈祷，甲兄弟姊妹交陪，来体验上帝的心意。可能你会怀疑讲，这拢是仪式，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仪式呢？但是，就亲像《爱之语》内面所讲的，当咱想要甲人有一个真品质的交谈。一定袂经迄种真狡诈、无用的时阵来交谈，咱一定会找一个真特别的时刻、精心时刻，来听对方讲出伊的心声，嘛讲出咱的心内话。咱也袂感觉这是一段仪式。同款，当咱甲上帝有面对面的一段真特别的时间，你嘛会享受伫其中所充满的甜蜜甲温暖。所以，你若感觉祈祷是一种负担，是一种重担，可能就要先想看卖，你是安怎在祈祷？你若是列单啊，然后一项一项甲上帝求讨，你若是安尼，就毋是叫做关系，迄是叫做交易。所以，学习祈祷就非常的重要。咱若永远是迄种清单式的祷告。就是来做单啊，一条一条来向上帝求讨。这不但对咱的信心无帮助，
咱嘛永远无法度理解祈祷的重要甲必要。所以今仔日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。到底咱祈祷是爱安怎祈祷？祈祷的内容要讲甚物？咱今仔日要透过这段咱真实，每一个礼拜咱拢在吟、在读主耶稣教示学生的祈祷文，咱做伙来习。经文一开始，甲咱讲耶稣伫一所在祈祷已经煞，伊的学生一人对伊讲：“主啊，教示阮祈祷，亲像约翰也捌教示伊的学生。”伫遮提起惊洗礼约翰有教示伊的学生祈祷。虽然咱毋知影惊洗礼约翰是安怎咧教伊的学生祈祷，但是当时的律比拢有一套家己的祈祷文，伫教示因的学生安怎祈祷。所以耶稣的即个学生嘛，望会当甲其他律比的学生共款，会当知影安怎来祈祷。但是，若是即段经文有出现主耶稣教示学生的祈祷文，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，嘛是主耶稣伫山顶教示人的山上宝训，也出现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。但是咱会发现，因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，所以我伫遮有列出一寡的比较。这两种无共款的版本，到底倒一种才是正确的？其实安尼问题，定伫咱读4本福音书的时会当发现，就是同一个事件，但是较有2种也是3种无共款的记载。这是因为当时初代教会面对无共款的群体，有的因面对的是犹太人，有的因面对的是外邦人，所以对无共款的角度，因去做无共款的调整。亲像马太福音的山上宝训，是耶稣伫学生甲一寡以色列人的群众伫遐的讲道，所以遮个人因对犹太的传统非常的熟。所以耶稣就用较详细的物件来教示因，但是路加，伊是一个外邦人传福音的医生，为着要遮个无犹太背景的外邦人来传福音，所以伊用较简洁、较朴实的方式来互因理解。所以遮个经文伫字面上虽然有无同，但是拢袂削灭因的重要性，甲因的必要性。但是我认为，伫即节第1节的祈祷内面，上重要就是主啊，教示阮祈祷。因为其实咱甲学生共款，拢有共款的问题，就是咱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较会当较瓦近上帝的心意。敢毋是祈祷较大声，有真侪美丽的话？也是充满基督教的俗语，才是好的祈祷咧。是毋是牧师长老的祈祷较会成咧？有时咱对祈祷嘛充满侪疑问。但是既然咱活伫新约，咱毋免阁亲像伫旧约，爱靠祭司来替咱祈祷。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，咱就爱伫主的面前谦卑。承认我家己的不足，主啊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，求你教示我祈祷。所以耶稣开始教示因祈祷。恁祈祷的时，就讲爸啊。中文的即个爸啊，对咱来讲，毋是啥物了不起的称呼，因为咱非常习惯安尼在称呼上帝。但是耶稣所用的爸啊，较是用耶稣当时的母语。耶稣讲的是阿兰话，阿爸。这个阿爸是一种细汉囡仔对老爸非常亲密的称呼。当时的犹太人无可能是用阿兰话阿爸来称呼上帝，因为对因来讲，只有希伯来话才是会当对上帝发出的神圣的语言。所以因另外因嘛无称呼上帝是阿爸。因对因来讲，上帝是遐尔神圣，哪会当称伊做阿爸咧？因平常对上帝祈祷，拢是用迄种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啊，也是讲以色列的救赎者，安尼的称呼来称呼上帝。所以耶稣对上帝称呼阿爸，阐明一件代志，
就是祈祷是一种的关系，并且即个关系毋是起造伫行形的顶面。当然，咱在座每一位，咱非常容易用生咱的老爸来联想即位上帝。可能你经验的是迄种真有权威的老爸，也是你捌面对的是迄个实质暴力的老爸。但是咱千万毋通互这联想来影响咱对上帝的看法，因为天父无亲像咱伫地面的老爸，天父是全能的、无所不知的，伊创造咱、上理解咱，就亲像咱伫使徒圣经所宣告的：“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”当咱有安尼的一个信的基础，咱才会当继续祈祷落去。所以耶稣爱咱清楚的是，咱祈祷的对象是咱的阿爸，因为咱毋知影咱祈祷的对象是阿爸的话，可能会感觉讲我是毋是爱讲真济，爱讲甲真清楚，上帝才会听。就亲像有的教会的牧师伫教导青年，伫替未来对象伫祈祷的时，因清楚将生源、学历、财产有偌济，甲上帝讲互清清楚楚。因认为安尼，上帝才会替你平办。但是这是非常坎坷的代志。如果咱相信伊是咱的阿爸，因哪会无清楚咱的需要咧？如果咱相信听咱的祈祷的是咱的阿爸，咱也袂认为只有我讲出真正确的神学观，讲出符合教义的话，上帝才会听。如果咱相信咱祈祷的对象是阿爸，咱嘛袂烦恼讲咱家己是毋是有够好的行为，敢有够硬的信心，伊才会听咱的祈祷。因为无一个老爸会因为囡仔的行为，也是信心敢有够硬，就袂来听伊，来扶持伊。所以，当咱认清楚咱的对象是咱的阿爸，咱只要做就是相信伊。虽然伫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咱可能会争辩、会靠赖、会埋怨，也是做无合理的要求，但是咱知影，咱要爱的这项物件已经毋是重点啊。因为经文继续讲，耶稣安尼讲：恁打落一个做爸的，有囝来讨饼，有做爸的，有囝来讨饼，敢要将石头互伊吗？也是要鱼，敢要将蛇准做鱼互伊吗？也是讨卵，敢要将鸡仔虫互伊吗？咱现代读者可能会怀疑，耶稣为什么会用遐尔无共款的物件来做譬喻？但是这两种的譬喻，确实当时的人会当清楚明白的。鱼啊，是犹太人定定食的物件，但是蛇确实无清气，并且是危险的一种的动物。另外，卵会当用来滋养咱的生命，但是鸡仔虫确实伫伤害人的生命。所以耶稣用这两组的对比来做一个结论，讲：何况恁伫天里的爸，敢无用圣神来互救伊的人吗？伫遮讲何况恁伫天里的爸，这是对一种对小到大的论证，意思就是讲，恁看人就好啊。恁人虽然因为罪来败坏，但是出伫疼，拢知影爱将好物摕互恁的囝儿。何况是咱的天父，伊绝对袂伫咱祈祷的时，反倒将迄个会败坏咱性命的物件互咱。伫遮有讲到讲，上帝用圣神来互救伊的人，就会互咱理解为什么有当时啊，我的祈祷我伫求一项物件，但是上帝较无照我的祈祷互我。这毋是上帝无听祈祷，是因为最时咱想讲咱求的是鱼是卵，但是实际上这物件确实对咱无好的蛇甲鸡仔虫。咱中间无一个人会当看见未来，所以咱求的，咱认为是对咱家己上好的，实际上敢是安尼咧？
所以13节甲咱讲，虽然上帝无一定照咱所求的赏赐咱，毋过上帝较要赏赐超越物质，甲超越咱家己期待的圣神。因为当咱有圣神，即个上美好的礼物甲咱点，圣神就要引带咱、安慰咱、赏赐互咱新的气力，成做咱会永远的帮助者，引带咱来经过咱生命每一个时刻，嘛要伫咱所做每一个决定的内面，互咱行往真正确的方向。接煞耶稣教示咱伫祈祷的时，毋是马上讲出咱的需要，是爱求5项代志：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阮的日食日日互阮，赦免阮的罪，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入去。前2项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是为你在求，即个你是上帝，就是提醒祈祷的人，咱拢参与伫上帝伟大的历史甲治理的中间。但是愿你的名圣有一点仔矛盾，上帝的名既然遐尔圣，为什么需要我的祈祷来互伊圣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咱人的罪，上帝的名已经互咱的罪拍烂散。亲像伫以西结36章21到22节讲：以色列家啊，我行即个，毋是为着恁的缘故，是为着我性命的缘故。就是恁行到的列国中做所亵渎的，我的大名受亵渎伫异邦中，就是恁所亵渎伫恁中间的，我要互伊做圣。佮我对恁显明家己做圣，伫恁的目睭前，就外邦人也知我是上帝。所以伫遮，互咱真清楚，为什么咱爱讲愿你的名圣？因为是咱的罪。将上帝的名拍落散，咱互上帝的名受到侮辱，所以咱伫祈祷的时，咱讲愿你的名圣，但是嘛，毋是咱的祈祷，互上帝的名来增加迄个圣。所以祈祷文一开始提醒咱，愿你的名圣是上帝家己透过伊历史的作为来显明伊的名圣。毋是咱的祈祷来加添，也是减少上帝的性命。另外，信徒伫祈祷的时，咱会讲愿你的名圣，意思就是呼求上帝显明伊的性格，亲像以赛亚先知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，然后伫周围而且的西拉兵拢大声伫遐呼唤讲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上帝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所以主祷文的头2句，爸啊，愿你的名圣。一方面爱咱知影上帝是疼咱的阿爸，另外一方面嘛提醒咱上帝是圣。所以咱来到伊的面前祈祷的时，嘛要注意家己是毋是已经有反悔罪。第2句，你的国临到，提到上帝国。耶稣教示的上帝国是讲。即个上帝国已经临到，但是还未完全实现。所以，跟对耶稣的人，虽然生活伫一个毁灭、黑暗、惊吓的世界中间，但是毋通失去盼望。咱着一面做工，一面备办家己，听候主过来。但是，若目睭较紧的兄弟姊妹会发现，为什么路加伫伊的祈祷文内面无加上？你的旨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的。简单讲，就是路加甲马太2个人，因有无共款的神学观点。路加认为，即个祈求已经伫你的国临到来实现啊，所以伊无加上讲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伊认为上帝的国已经伫地面来实现啊，所以伊无做安尼的祈求。但是马太伊的观点是啥？伊用教会来做观点，伊期待上帝旨意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，就是透过教会这个团体来互人看见。所以马太认为基督教的团体应该成做上帝国的示范，
互别人来透过教会来看见上帝主权已经伫咱的中间在实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教会生活敢有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伫马太观点内面，就是伫咱的中间，上帝国已经实现，并且透过伫教会的实现，咱要显明互其他的人来看。但是我讲过，因为路加伊要往外邦人传福音，所以伫伊的观点的中间，伊无用安尼的一句祈祷文来加入安尼一个观点。所以咱看见是前2项的祈求，后3项的祈求就是聚焦伫咱伫地面的需要。路加讲，阮的日子互阮；甲马太福音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有一点仔无共。这应该是翻译的问题。但是我最近看一本较新的册，一本册叫做《走入中东看耶稣》。这本册有真有意思，互咱参考新的观点。这作者讲，耶稣时代耶稣所讲的阿兰话，甲叙利亚的语言非常的近，所以叙利亚的基督徒将这句翻译做：今仔日赐互阮食袂尽的食物。今日赐给我们吃不尽的食物。你会讲，哪会遐尔贪心咧？但是作者的理由是讲，对人类来讲，你若无经济能力，你无物件通食，这是上大的惊吓。一个人若长期处伫这种惊吓内面，会真紧失去愿望。拢无物件食，你是要安怎叫我信上帝咧？所以耶稣教示的学生，就求上帝赏赐袂决断的食物。哦，主啊，拯救阮脱离食物无够额的惊吓，赐互阮今仔日的啉食，嘛互阮确信明仔嘛会当有够额的食物。所以这是即个作者伊做安尼研究，互伊将即个耶稣的基督文有做安尼一个新的解说。但是即个作者嘛，请咱注意的是，即个日食。即咱食的物件，咱求的物件，是咱每一工食的维持生命的食物，毋是伫遐求龙虾、求鲍鱼，也是甜点、鸡卵糕这物件。另外嘛，请咱注意的是，即个祈祷文拢是用阮，毋是用个人的我来祈求。所以这本册作者嘛引用德瑞莎修女的日记来做描写。德瑞莎修女安尼记：我永远放袂记你。某一天，有一位男士来到阮兜的门口，表示有一户的人家，因厝里有8个囡仔，因一直拢无物件食，问阮敢会当过去甲因斗相共。所以我带一寡米前往迄个所在。迄户人家的老母对我的手将米接过去，然后分做2份，行出伊的门。我对即群囡仔的面看会出，因真久无物件食。所以即个老母转来，我问伊讲：“你去倒位？”伊简单回答我讲：“因也在枵。”即个因所讲的是伊隔壁的迄个家庭。伊知影因也在枵，伫伊受苦真艰苦的时，竟然阁知影隔壁的人也伫忍受枵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祈祷文主的祈祷文，毋是教咱后一顿是要选日本料理，也是泰国菜。耶稣教示咱，就为着四周围欠缺食物的人来祈祷，并且毋若祈祷，咱嘛爱将咱有的来甲无的人来分享。因为上帝赏赐咱的食物，是伊互咱的礼物。毋是今仔日我较敖，我趁真侪钱，所以这好物拢是属于我。咱不过是一个管理者，咱爱伫适当的时机，甲其他的人来分享。后一句赦免咱阮的罪，因为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意思就是，咱伫上帝面前祈求上帝赦免咱的时，嘛爱确定咱是毋是已经赦免迄个亏欠咱的人。赦免别人敢有容易？若毋捌互人欺负过，可能会真紧讲出讲啊，你着放落，你毋通记伫心肝的。
但是赦免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功课。毋过耶稣毋是爱咱去做一个咱做袂到的要求，因为耶稣亲身已经做真好的示范。耶稣互定伫十字架时，伊无罪，但是伊无求上帝处罚遐定伊罪、拍伊的人，反倒伊祈祷啥？爸啊，赦免因，因为因所做的，因毋知。安尼祈祷毋是一种弱者的害惨，是一个勇者所发出的，互人敬畏的声。上尾一项是无得错阮直直试，较清楚的翻译是：毋通稳准阮遭遇阮无法度承受的考验。咱想着约伯的故事，约伯故事是上帝稳准，撒旦才开始真严厉伫遐攻击约伯。另外，耶稣嘛警告伊学生彼得：西门啊西门，你看，撒旦捌爱得着恁，爱跋恁亲像跋马。若是我有替恁祈祷，互你的信无失落。对这个故事，拢会当看见，撒旦会放弃要控告咱、陷害咱。所以耶稣教示学生，教示咱，就要为着脱离魔鬼的试探来祈祷。亲像加利文有讲，咱深知家己的软弱，所以求主的保守，互咱无受到撒旦的诡计来影响。这5项的祈祷，拢甲上帝的作为有关系。每一个恳求嘛，提起上帝主权。上帝主权，互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但是，当咱决定选择要来跟随耶稣，咱嘛爱学习安尼祈祷，咱嘛爱有义务来遵守耶稣的教导。另外，安尼祈祷嘛提醒咱，伫日常生活内面，毋若是为着咱家己眼前的困难在祈祷，咱嘛爱有搁较深属灵的较目，来降服伫上帝主权。并且坚定相信上帝有上好的带领。落尾耶稣嘛提到，当咱伫祈祷时，要耐心听候上帝的回应。恁什么人有朋友，伊半暝来找你，半暝来找伊，甲伊讲：朋友啊，摕3个饼借我，因为我朋友对路里来找我，我无面通请伊。伊对内面应讲：无得捉插我。门已经关，囡仔甲我伫床里，我袂得通起来摕互你。我甲你讲，虽然无为着伊做朋友起来摕互伊，要顾为着伊的迫切，要起来照伊所求的互伊。咱的文化可能较无法度理解，哪有人会伫半暝啊去人的厝里弄门借饼？但是伫中东天气真热，所以人拢是伫暗时伫旅行。所以接待暗时来的人客，这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，并且对中东的人来讲，接待远远来的人客是一件真神圣的代志，所以因真慎重伫看呢代志。而且耶稣就讲，有一个人，伊的朋友半暝啊来找伊，来到因兜，但是伊无物件通招待伊，所以伊走去找伊另外的朋友。毋过，即个朋友全家拢已经困啊，将门关起来啊。并且伊的朋友嘛伫内面甲伊讲：哎呀，毋通啊！我若即时起来，会吵着我的囡仔，因为当时犹太人因是全家伙啊困做伙。但是，即个人就是无放弃，伫遐拍门，伫遐求伊的朋友借我饼，借我饼。最后内面的人只好起来，将伊要借的饼来摕互伊。耶稣讲一个结论：求就互恁，找就拄着。拍门就甲恁开，因为既若求的得着，找拄着，拍门的甲因开。意思就是甲咱讲，无放弃，不断祈祷，一直到得着上帝的回应为止。上帝一定会回应，但是伊的回应可能甲咱期待无共款。但是当咱拄着安尼时，咱也顺服，因为相信上帝会有上好的安排。祈祷真正是咱一生的功课，因为咱拢定定是为着要解决咱家己的问题伫祈祷。
但是咱若是真正敢若为着解决我家己的问题伫祈祷，这袂当互咱较倚近上帝的心，袂当互咱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。所以，咱着爱伫祈祷的中间，真清楚看见家己的有限，看见家己的失败，看见家己的失落，并且看见咱家己迄个介意无介意的人，咱要紧无要紧的人。当咱伫祈祷的中间学习信任咱的上帝，倚靠上帝，并且跟对上帝的旨意，无论咱的祈祷、咱的祈求敢有成。咱拢会当知影，有一位听咱的上帝，伊随时在听咱的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伫遮祈祷，主总是阮袂晓祈祷，阮定定是为着阮家己的心意，阮家己的问题伫遐来祈求哀求，总是即个祈祷无法度甲你起做关系，所以当阮的祈求无成的时，阮就活转身离开，阮想讲上帝无在听阮的祈祷，总是主啊教示阮祈祷，互阮相信你听阮的祈祷，因为你是阮的阿爸。总是阮的祈祷无成，嘛毋是你无听，是因为即个祈祷，阮求的是蛇，阮求的是结角虫，对阮性命一点仔拢无好的代志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明白，互阮幸福。即个世界充满太侪阮无法度想象的代志，总是主，阮相信你有上好的安排。阮也相信伫阮的祈祷的中间，你要互阮渐渐来学习，互阮渐渐看见遮个事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